后来继续来到南投仁爱乡，当地有一个望国水墙，乱象不断，乡公所按算伫8月要来封路。这个水墙明明都禁止收水，也是有真侪游客无咧信道，而且佫乱弹粪扫，讲这个假日啊，一天清出来20地粪扫。上害的是，要通到水墙的小路啊，才1米宽。 要上山车拢真困难咯，竟然有游览车硬要驶入去，而且车拢共乱停。在地人讲，因要去伫山顶撞客，拢无法度去哩。乡公所讲安尼乱糟糟的代志一大堆，所以8月初1要来封路，要重新来规划，短期内不爱来开封路。 南投仁爱乡的望国水墙，风景真水，溪水阁凉，足侪人去耍的。但是去水墙的路，干那1公尺宽，车开过已经无啥物空间。若要小闪车，就愈困难，所以车了一坐就塞车，啊，阁有游览车硬要开入去，规条路拢塞掉了呀。9人座就很难了，所以我觉得。 在机关上要立个牌子，说禁止大车进入。他们都随意停啊，有的要去山上工作的都没办法进去。居民嘛讲，游客伫水墙四周围粪扫拢乱弹，平常时一天就清10地粪扫，假日愈旱，一天20地。太侪人去看水墙啊，粪扫嘛是满世界。乡公所讲8月要甲封起来。 在路段的入口来设置车挡哦，那希望说禁止游客直接把车子开到木桶瀑布哈。乡公所已经伫去水墙的小路顶悬装车挡，而且嘛有告示，去机车拢袂使入去。游客想要去水墙看美景，干来会当用行的入去。过来乡公所的规划停车场，等一切特动了后，才会阁开放。